就是六搭啦，剃牛啊，哦，较早庄卡定定用个剃牛啊，伫犁田有无？啊，迄当阵你看1970年咧，吼，伊内底呢，个伫这本杂志来小解咱家己吼，甲台湾家己做一啥剃牛啊，吼啊。这伫我做囡仔的时，定定看到，就是讲即只剃牛啊啦吼。一般剃牛啊是用来犁田吼，啊芳田，犁田都是将迄田土把它翻开，叫做犁田。啊，芳田呢，就是你田土翻开了，爱甲拍较脆一下吼，啊嘛则通啊迄个啥，通啊布黄啊吼，所以叫做芳田吼。啊，较早迄落犁田用犁嘛吼，啊那芳田呢，较早就。用迄个啥拍拿达，恁捌听过无？吼，迄个拿达吼，拿达，恁等下当甲查看。阮咧讲拿达啊，嘿，就是六达啦，嘿，哎，足好诶，吼，所以60呢，安尼有问题啊，随时反映啊，逐个个拢迄个清楚，我伫讲足好诶，吼，就是六达啦，啊，阮遐讲拿达啦，嘿，啊，无共所在音差一丝啊，吼，哎，吼，所以咱知犁要将土安怎甲犁起来，吼。啊，那迄个六搭吼，哪搭就是要将迄个田土甲切到较脆安尼啦吼。所以来讲相片的即个剃牛啊链是树林链吼，若是走车路就爱用即条链。可是迄款剃牛啊吼，较早伫庄骹吼，伊是吼迄个两用，有当时啊三用，偌好用咧。伊即摆吼，若是迄个啥呢？伫个普通的即个吼车路伫行吼，伊会斗迄个树林链，乌色的树林链吼。啊，若要犁田的时阵哦，当然袂使树林链落啊，树林链落迄个田土内底，过也袂叮当啊，伊会空转咧。哦，伊无迄田水落雨毛啊，迄你若用树林链无法度啦。啊，加田土加袂掉，所以若伫犁田的时阵，都要改挂迄落啥剃犁链哦。较早咱若捌犁过田的，可能毋知影剃牛啊吼，挂迄个。迄个圆形的迄个铁轮子，迄个做剃犁链吼啊，所以我就将迄个咱较早吼台湾农村用的机械来做一个小解吼。后来咱继续